了吧？妈妈，苏珊姑娘可好啊？对，我家姑娘好不好，与你们二位有什么相关啊？妈妈。苏珊姑娘身旁高，京都名妓曾家，身秀身玉落叶容，长得比月水花芒。西城坊间千手曲，冷冷的愿把春调。好梦往生不听到，紫金上宫镜子笑，金色来来相见。我兄弟眼红怎花笑？你看，他们二位也想见苏珊姑娘，也不去找找金子。不是我们是替你请来了一位财神爷。财神爷，快有请啊！是。有请王三公子。公子，请。妈妈小声这下有礼了。妈妈，他莫不文才，出口成章。是个苏珊，去别坐。他是两点前请家在八排。对，哎呀，是个公子啊！哎呀，快被点醒。他还是南京大名鼎鼎，有才有势，皇上赐的三公子。黄金龙是爷。哎呀，是个贵人啊！哎呦，快预备上等酒菜，为贵客接福。妈妈休得客气，我是我苏珊之命特地来的是啊。苏珊姑娘到亲王府，但常去了。实不凑巧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吧。我看哪里是苏珊姑娘不在院中，分明是妈妈想要人子哦。哎呀，不是的，珊姑娘真的不在。苏珊姑娘为来了！哎呀，少女老妹，快迎接你姐姐。哎呀，阿却未必。故事方便二位师兄又往何处啊？呀，仁兄，这里有苏珊姑娘陪你带行。我们到后院找司机的新上身去了。
兄，师兄，苏三，苏三。请问苏三姑娘芳名？苏三，对，是苏三，是叫苏三，今朝就是慕名而来。呀。黄金龙常年恩同，做事方从不知今有家里。举子恩呀，且断肠，为何在怀我堂中苦思季公子，风度翩翩，貌堂堂，恰似那兵部官的。嘉宾语在黄，私语美声雅弹唱，将以欢笑作咏章，满身紫彩。修为
回姑娘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公子，你谈江湖吗？我要想今儿与你常来往，再望姑娘似龙芒。只怕是常来祈愿是荒唐，归程已不肯独上这真是贼子配佳人。哎呀，公子，怎么有罪？莫非苏三怠慢不成？不是不是，既非怠慢，因我要怎样？我还有事求此告辞。嘿嘿，陈秀，这些银子去作为筹资。想不到快
三姐，你来哦。长夜长，一年之间才遇成。你快拿长尾牌好成绩。乘风破雪把草青，乘花盛开把鸟鸣。太原的晨光长自流，尘缘我与你天长地久永情。尘啊！公子，从来是一念之间情意深，晨光匆匆不留情。公子呀，离尘远离浮长城，你不要乘风兄的走了心。在这里不要预设操心话。我真想要为三姐改方给你今日正好天涯行，大好晨光真心深啊。求你诚实来听命。苏三姑娘王公子，进姑来了。苏三姑娘王公子，进姑，我请你们送花来了。花，三姐娇美且多情，应该以花来的名。以花提名，以花提名，以花提名。苏三姑娘是花中王，花中之王本是美男。苏三可改名牛堂称，牛堂称，牛堂称。多谢公子提名，真是个好名士。是经过送花而来，才使我想起以花提名，应该以上。多谢公子。妈妈，妈妈，贵人公子，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？妈妈，我已经替三姐改名牛当成了。连名字都改了。是经过送花而来，才使我想起以花提名。妈妈，你快引我叫他赏您无量。多谢公子，送你无量。去！你还真想要送人啊？滚！哎，你怎么将经过关出门去啊？嘿嘿，身上没有银子，哎，你还把什么夹子呀？妈妈，这
多噻。我说王公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苏三不愿再结别客，我哪有伤你？这金姑啊，妈妈，公子带来了36000两银子啊！我带来36000两银子，一年未到，难道都已用完不成？36000两，哪里都得上的生意事啊！我还为你垫了不少银子呢。不用再啰嗦了，我再写信回家去催，银子即刻寄来。王金龙，你写了多少书信回去？哎，连一分银子都没有带来，我都开不出饭来。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账。公子王金龙，你今日带来银子便怕，啥事没有啊？怎么样啊？休怪我妈妈不行。对，休怪我们无情。想不到曾经是此谈破。想当初，我虽带36000两，前夫用进院门，保儿公正笑脸人，王八低头应眼神，乱保儿来是我操。再盖一座百花亭，先马金杯与肉斋，御马彩盘与彩屏。想不到时光未有一年整，36000人菊花会整，保儿手里吹别金，冷眼相对真情深。劝公子莫为此事太痛心，苏三一年
不愿公子离去，怎奈你那一年了，给予妈妈使用。想那妇女不幸还欠我不少银子，待我向他们要还便是。公子，你差矣。妇女不幸是小人，举我之教父亲人。结局银子虽相还，只恐他烦躁泄露更气愤。劝公子参西城市比礼敬，劝公子为家头事去功名，苏塞立志长相随，愿你金榜早提名，到那时名正言顺来说声，我与你夫唱妇随永相齐。三流里小生真命就是这样才好。这时我要回转南京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寸步难移。公子，这些随身你拿去台湾银两。这不是三姐常年佩戴心爱之物，还要伺候死既已永结同心，还分什么你我？死亡金龙，儿子有悔。公子，帝王疼他之事，莫忘苏山一片此情，一句死了。此次多谢上帝。苏珊，苏珊，妈妈，哎呀，苏珊，今天是你的完缘之日，怎么忘了再去进香完缘呀？是呀是呀，苏珊姑娘轿子已经在门外等了。哎，去吧，哎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公子要回南京，寸事不足。对，我正顾趁烧香出门之便，向员外姐妹商取银两。妈妈，哎，我就去。好，受礼受礼。妈妈，受礼啊，好比你姐姐才去进香完缘啊。姐姐，三姐，公子，我区就来。王金龙，拿来什么啊？银子啊！方才我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中却为几来？我现在是要，现在没有。哼，没有银子，你叫我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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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王公子，我这侬开玩笑的了啊！我晓得我武山公子有的是钱，这是我姑娘的手什么？好啊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尽管推我姑娘的手上，你叫我滚！你叫我滚！你叫我滚！滚！滚！
能劝得醒他。还是让我再去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起来解开。你要是当为了他的身体，你去靠谁呀？不是我金谷卡口，只要我替你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保证苏三姑娘为心专一。要是你真的劝得醒他，妈妈我也赏不了你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借你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谁没见过啊？我要5两。5两？哎呀，5两！哎呀，5两！5两！哎呀，要是你真的劝得醒他，5两，3、5两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，妈妈，哎，请为宾。哎，妈妈，请。哎，金姑啊，请。哎，金妈妈，妈妈，金姑，请。哎，请。金姑啊。苏三姑娘，苏三姑娘，金姑你来了，王公子可有下落？公子他怎么样了？公子他只在观望庙内。哎呀，公子苦了你呀！徒弟还在陪对你。他背上背的马空马，身上穿的是彩袍，晒彩是要等王爷祭品到，到夜来新家最行打根桥，这真是菩萨事业神来啊！自太在最早来到。公子啊，你关在画堂落逍遥，不曾受过这煎熬啊！苏三7岁已知道，哪怕是欺中带来将你找。金姑，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慢，那王宝宝儿岂可放你这样？这是何事好？哎，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讲。啊，丈夫！哎呀，我不违章。哎呀，为了王公子，你是一定要长的。金姑，我不违章。来，快长起来！哎，金姑，我不违章。快长起来！哎呀，金姑，快长起来！妈哎呀，金姑，我不违章。妈妈，金姑长起来！金姑，妈妈，什么事啊？妈妈，苏三姑娘她疯了！啊！你与他说了些什么我啊？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呀哟！苏三，苏三，妈妈，她骂你老不死，你这个老不死！她骂你怎么还不死？你怎么还不死？她骂你今天就要死！你今天就要死！嘿嘿，哈哈，
你醒醒啊！哎呀，苏三，哎呀，醒醒啊！哎呀，妈妈，出了什么事？关王爷显灵了！关王爷？是啊，他要你来客到关王庙去进香还愿。不要再说了，再说关王爷御用愤怒了。杀驴！妈妈，哎呀，傻驴啊，快陪你姐姐到关王庙去进香还愿啊！快去啊！是，去啊！姐姐。去啊！
娘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我也不上。妈妈，苏三姑娘穿新了，借我5两银子。我叫你穿到完好，这你一穿，把他穿疯了，我有什么命？要是怪王爷愤怒，关我什么事？呀，算我老娘倒霉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到如今，囊中是血。
天飘泊叶小根子落灯，不可栖身在官王庙。今日他家遇进宫，心肠忙为忙去讲，托他陪我把书山找，我知他开心空待当。不知他心事何样？不知他能否来顾庙？王公子，王公子，苏三姑娘来了，姐夫已经看你来了。想不到三姐真的会来到古庙。苏三不是不理，不在当天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为了到这般光景，不听也怕。自从你去把相扫，我把宝儿兄思笑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江湖之高，我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若怕他的有才笑，我也曾把那妇女不信招，他们是不念求情反讥笑，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倒儿是千方百计来捉娘，幸亏经过把心闯，才得相会，才怪我庙。
回转南京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何应得？哎呀，惭愧呀，是惭愧。苏三早已想到，公子这些银子作为路费。吕此人擅自相助，使王金龙迷国非夫。苏三必负他去，这与一死。擅自请将王金龙无不聪明，公子呀！我必做何来？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，台南花香赛罗斯，那蜜蜂不要一去随夫音心。三姐放心，莫忘记龙岂是我恩厚你之人，我愿在城前门市。城内在上，我王金龙与赵一日金榜得中，绝不辜负三姐。当我的终身是何？对，无论官职大小，我王金龙誓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公子已从了，苏三也在身边，以表心意。神灵在场，公子非我不去，我非公子不嫁。公子，奉系教家，你可要保重身体。我把宝儿来了，这是何时好？王公子，你快走小路到这吧。公子，你快走吧。三姐，请在一边，看不知后生才能相会。你早日得中归来。此次我
臣在哪里？岳当臣在哪里？宋大爷在上，在上，快去！妈妈，妈妈！门外大喊大叫的做什么啊？妈妈，来了一位大爷，要替你当臣说事。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沈业礼，本是山西人，家与范官金河人哎，范官金河人哎，放火来到京都城呐。错色细雨，牛当臣，貌似天喜事难行，我一本把不知语，想偷他回去，做小心啊！这姑妈，妈妈，你当臣不肯见他，留在家里又有何用啊？他既要去，就答应了他，你我还可以趁机捞一笔身家银子。对。沈大爷呀，让臣京都城不进，留在一老更有理呀。他本是个刘承元重要件事啊，我老来父子将他依，你要娶她回家去，这身家名字可不啊对。我沈业礼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金银十三不足奇。你是多少娶多少，我定要娶她回山西。好，大爷生气，我也不啰嗦，做媒的送不了银子，好干，好干！臣的身家嘛。一袋金子，哈，一堆金子啊！一袋。也罢，只有银票一张，你先拿去，一岁叫银，一岁叫秤，岳当臣马上跟我走。哎呀，这姑妈，这话有什么？哎呀，沈大爷，不瞒你说，若当臣久经难忘，不愿再见别看，所以嘛，必须要用计相骗。妈妈，我倒还有个主意，我们写一封假的书信，就是那王金龙他得着回乡，要你沈大爷陪同他一同前往南京，这样不就可以将他骗到山西了吗？嗯，好计，好计，我们一计而已。
哎，这沈老对子又回来啦。还得要妓女女郎趁回来。哎呦，你还缺错啊！我哪里是切磋，这是遇到了一颗严重之病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系？此话何意？我欲妙计，你去讲嘞。我们先下到还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，再将这彩妹推进岳堂城，太监岳堂城岂不是一箭受双雕？一箭受双雕，勇霸严重的，用他严重的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就可以永做夫妻，怕得到老。永做夫妻，把头到老。这把套面由你下手，我到红通院衙门前去媒通官府。岳当成，岳当成，来，岳当成，岳当成，来，岳当成。大爷，请你放尊重些。岳当成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呢？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便我到南京去见王公子岳啊？当成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深夜里为了你可是花了不少心血哟？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问衣服店，叫他问衣服店。岳当成，你将这碗羊肉面端给大爷去。是。大爷，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。我家大娘真也回来。岳当成，你吃一点吧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，那我自己吃了啊。味道好极了。岳当成，你吃一点吧。嘿。岳当成，你当我真的陪你到南京找那王公子的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岳当成，我对你测试了吧。用花了身家名字一股余金，卖你回来做小心啊！什么当真？喏，这是骗子！哪来？哎呀！
生，最想委屈万不能。你这府里欺压人，我一张长子进衙门。山西罗府旧衙门，三公子母生一灵，吴坤林告来告去，告去告来告不真。岳当成，你还是依了我吧。你不要走我，你放我回去。岳当成，岳当成，你还是依了我吧，岳当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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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霎时间，官场四角，通通通。连心呐！岳当成，岳当成，岳。大爷，哎呀，大娘，大娘，大爷他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岳当成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害死我家大爷！我将你送官绝旁！
还会有天大的冤枉，大不法说给我听呐。老爸，你听了。素才，你讲啊。我是与生死太凄凉，情侣没小度时光。好苦的出身，情侣一恨风山浪，海誓山盟配成双。想不到那位公子故儿倒还有真情真爱。恨的是宝儿团在四东京，顶的风浪。可了什么事啊？家父丧，你既不关心家女风骚，也不该下毒害死他呀！你中高压非我方，必是大娘狠心肠。岂不是你下的毒，为我自己又被他起家呢？老伴儿啊，苦里如是，却当成张嘴冤枉，恐怕是水落石出，夫妻房。你真也哭得我还伤心起来了。不必难过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管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这滚子走弯腰起床，你背着葱嘎哪走得通哦？来来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哦。哎呀，老爸，想是乃是朝的王法，怎能取得？这个提高我的冤，成了臣，还怪什么王法批发哟？来来来。老爸，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，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年纪，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带不了。老爸实不言弃，苏三因为名利儿女，为之异乡是何？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？哎，是不得，是的，是不得，是的，是不得，是的，弟弟在上，随女儿一拜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。女儿，这根棍就当做见面礼，你藏着走吧。多谢弟弟。
亲生女儿送朝门，听传是生计所怕出无奈，国说分离也伤心啊！儿哭恩把儿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为你负曾经。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银，到头来将我美于生意林啊！宝儿是有才看笑脸迎啊，夫结婚莫上门，姑娘年轻当作要件事，到生老之亡就当作马路人。谈什么良心，舍什么恩，还不是王金怕你还成情啊！三哭恩负上生意令，他不该表远打来一对情，美人相人300两，害我山西受苦。这种人呐，真是该死！有两个锤子就3千4千是哭恩，你是他娘气痛心，他不该多年也是亲夫君，与妹同团观红洞院，害我冤枉害娘生。这也难过，一个男生讨要2个女生，还不要嫌弃出害活活了。夫哭恩300呀，有一分上银，将我苏三当当却当来招生常言道，千里做官只为财，官不团长，岂不要亏杀老本？你不招，他只好用刑；他一打，你就招，他的道就退了。苏三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我越思越想越哭这红洞院内富豪生。什么？红洞院内富豪生？那不用说了，我也不是富豪生了。来，把这个带上吧。我一句话儿出口，弟弟一旁怒气
几句忙赔礼。弟弟，弟弟。弟弟呀，非与你老弟弟是不好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弟弟，快走吧。弟弟且慢，先于关的姑庙，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在人间立下誓愿。如今待我再去做高人礼。这也是的，快走吧。
还有事要与弟弟商商。什么事啊？在其中有人替我写下深冤大伤，如今长在身旁，方弟弟总要想个办法替女儿惩罚才好。这个女儿将肠子上这一个字中，你见了都天大圣劈手开家就呈上了。多谢弟弟。带上走吧。女儿，前面大老爷来了，你的犯罪之身，道路匆忙，难免要受病月之苦。来，快身为父躲避一旁。
过三位大神，万夫蜀山，苦城得到，现在到口得上堂来。是。万夫蜀山上堂。哭独插院堂寂寞光，看得我胆在心慌。刀斧虽两把高声恨，弟弟，你还此去苦于一笔，为做好嘞？正好弟爱落马，有去不为做。他愿周天大圣为官清正，能开拓你的私财。汉武带刀，汉武因何不抬起头来？有谁不管抬头？是你无罪，抬起头来。谢他人。我这里举目来观看，果然是蜀山神院大督察院。也少是归我头昏我晕。大人心累，大人心累。我心中好事乱结串，大人受惊了，官司于平。东北二位年休官话，这是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案可问？此乃是谋杀臣民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，是此你我他家同生。汉武可有常一呈上来？臣你可有长，你实有，叫你呈上来，一实无，这是何道理呀？分明是个刁妇，来看他有是何？大人且慢，反复空长子陪人睡去，故爱藏在干内。方大人看一线之恩，将反复当撇手开家，反复终是救人，也是瞑目。请问大人，此因可灭？灭！来，当撇手开家。是。驾查32令为文。是。范武早场子上面一一诉来，大人用笔。
朋友当车，于是我逃了。分明四股刁妇，用意。大圣俺不年少华贵，慢慢地送来。大人叫你年少华贵，慢慢地速来。牛堂村本来是公子弟名，你几岁几元？ 7岁就进了妓院门，在院中过了几年？度过岁月与俱成。你的仔细看是哪一个？那一年巧遇王，王什么？王圣上，你可要说仔细了。王什么？王公子他本是官家之子头是真啊！哦，王公子，官家之子。哎，本院设定乃是谋杀亲夫的意外，才要给你院中勾去之事。哎，大臣。谋杀亲夫还要审，院中之事也要问，分得明来审得清，审得清要问得明。此说来，平算要审，听说要审，要问。要问，好，两旁站配，让下伺候。审呐，审呐，问呐，问呐，讲吧。我与他初次见面3、8年，七杯相杀如同生。啊，年兄，大人，想当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人子300两，吃一杯香茶酒酒，依我看来呀，可算得是个大的阔客。哎嘿嘿，哪里是阔客？分明是王门之中出了个怕家之首。哎，年兄，依我看来呀，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的活客。哎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年兄，大声说算得嘛，你我就是算得呀。强，公子儿子把元气，来了多少银子？再打3万6千年。在你院中治了几时？在院中为时1年整，3万6千了花灰身啊！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未到1年，3万6千银都取以花尽，难道你欠的银子，存的银子不成？哎，年兄，
兄想他在院中令娃是有话费他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话费？这场子上面写的是话费呀、哦，原来是肠子上写的，不是大人自讨的。自此，令我就生他的话费。西马金杯玉鸟在，玉马彩盘玉彩笔，用不了这许多。乱步儿女公子上，又改了一座八花亭。恨的是王八宝儿心藏恨，吴王金将公子关出了妓院门。王公子话费塞满了天亮，在院中立着一列阵，巧为何将他关出妓院门？这都怪宝儿是一子成亲。好一个狠心肠的宝儿！且心脏的王八，遇见了倒运的表卡。公子被关出了院，到哪里关关我庙内把生辰。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身带坟人去团进城。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过庙后地重相会，抱头痛哭再续情，趁机定下生死门。年兄，他曾想当着当初倒是故与你一起的，是何见的？想那王公子穷途了怕，衣衫褴褛，那叫当初还与他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石山门，岂不是与你一起的吗？哪里是一起？这怕是长门之父虚情假意。穷途了怕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石山门。二位年兄，那要当真可算能听从言声。年兄，大人是他与你去吗？你我就算他与你去呀。我当发公子去观看，赠他银子为暖情。少恨自己一副天兵，二夫登城，用手压来300余两。对哈，在这黑夜之间，一副天兵，二夫登城，用手压来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他人是什么？难道我是那王公子哈！初见曹军300两，到分别苏山赠他也是300两，岂不是300两换300两？认真领来心欢喜。原来他人说的是300两，问300两。二位年兄，我们剩下去。生下去，
你在剑中死了几岁？在其中死了1年里，前来团房，前来团房无余生。那王八宝儿呢？王八宝儿腹中意，那自信的王公子呢？他与我如水夫妻有情。以前属于王公子，你可曾
的案情本院已知，待等审问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暂且下去吧。是。这当官司未同意，肉堂趁这才放宽心，谢他人，这他人好事求情人。莫非是我那三郎的公义？是公子谁该向我认？王法条条不用情。有了，我长期失去此心话，看他此情不自禁，他曾肉汤曾好比花中菜，那王公子必作何来？王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不离分。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那蜜蜂已去，谁负因心？苏三万不跨策远去。年兄，想那牛当成确实冤枉，明日理当平复此案。平复此案，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。退堂。哎呀，且去！想我王金龙侧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到此到庭，三击下落，想不到三击身受不拔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一的无杀，也要得救于他。岳堂臣是他去世情深，不服刑案，竟取烟花女子为妻，欲成官体。潘大圣，你我上殿随本审查。这个，哎，吕大人，此话出意出在哪里？是故馆长是西长，与人方便嘛，自己方便。吕大人何必过于神真这？那王金龙归为靖安，草原接地，你我围在他下，冲撞只怕不利。就是告到了他，这不服靖安，也不为上吏去做，何必接下这个冤罪？吕大人不妨三思嘛。这一判他人之间，那若当成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将那凶案早监生于彼时，捉拿归案，立即释放若当成，再审谁退罪，
惩戒于他。这样一来嘛，令我当上于高升